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，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。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忉利天為母說法，爾時十方無量世界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及大菩薩摩訶薩皆來集會，讚歎釋迦牟尼佛能於五濁惡世現不可思議大智慧神通之力，調伏剛強眾生，知苦拗法，各顯示者聞訊世尊。是時如來含笑放百千萬億大光明雲，所謂大圓滿光明雲、大慈悲光明雲、大智慧光明雲、大般若光明雲、大三昧光明雲、大吉祥光明雲、大福德光明雲、大功德光明雲、大皈依光明雲、大讚歎光明雲，放如是等不可說光明雲耳。又出種種微妙之音，所謂檀波羅蜜音、尸波羅蜜音、闡提波羅蜜音、比利耶波羅蜜音、禪波羅蜜音、般若波羅蜜音、慈悲音、喜捨音、解脫音、無漏音、智慧音、大智慧音、獅子哮音、大獅子哮音、雲雷音、大雲雷音，出如是等不可說不可說音耳。娑婆世界及他方國土有無量億天龍鬼神，亦集到忉利天宮。所謂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須焰摩天、兜率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眾天、梵輔天、大梵天、少光天、無量光天、光音天、少淨天、無量淨天、遍淨天、福生天、福愛天、廣果天、無想天、無煩天、無熱天、善見天、善現天、色究竟天、摩希首羅天，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天，一切天眾、龍眾、鬼神等眾悉來集會。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海神、江神、河神、樹神、山神、地神、川澤神、妙家神、晝神、夜神、空神、天神、飲食神、草木神，如是等神皆來集會。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諸大鬼王，所謂惡目鬼王、啖血鬼王、啖精氣鬼王、啖胎卵鬼王、行病鬼王、褻瀆鬼王、慈心鬼王、福利鬼王、大愛敬鬼王，如是等鬼王皆來集會。爾時釋迦牟尼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：汝觀一切諸佛菩薩及天龍鬼神，此世界他世界，此國土他國土，如是今來集會到忉利天者，汝知數否？文殊師利白佛言：世尊，若以我神力千劫測度，不能得知。佛告文殊師利：吾以佛眼觀故，猶不盡數。此皆是地藏菩薩久遠劫來已度、當度、未度、已成就、當成就、未成就。文殊師利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以過去久修善根，正無礙智，聞佛所言即當信受。小果聲聞、天龍八部及未來世諸眾生等，雖聞如來誠實之語，必懷疑惑，切使頂受，微面輕薄。唯願世尊廣說地藏菩薩摩訶薩因地作何行，立何願，而能成就不思議事？佛告文殊師利：譬如3000大千世界，所有草木叢林、稻麻竹葦、山石微塵，一物一數，作一恒河、一恒河沙、一沙一界，一界之內，一塵一劫，一劫之內，所積塵數盡充為劫。地藏菩薩證十地果位以來，千倍多於上餘，何況地藏菩薩在聲聞辟支佛地？文殊師利，此菩薩威神誓願不可思議。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菩薩名字，或讚歎，或瞻禮，或稱名，或供養，乃至彩畫、刻鏤、塑漆形象，是人當得白返生於33天，永不墮惡道。文殊師利，是地藏菩薩摩訶薩於過去久遠不可說不可說劫前，身為大長者子，時世有佛號曰獅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。
時長者子見佛相好，千福莊嚴，因問彼佛：作何行願而得此相？時獅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告長者子：欲證此身，當須久遠度脫一切受苦眾生。文殊師利，時長者子因發願言：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，為是罪苦六道眾生廣設方便，盡令解脫，而我自生方成佛道。以是於彼佛前立施大願，於今8000萬億那由他不可說劫，尚為菩薩。又於過去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時世有佛號覺華定自在王如來，彼佛壽命400千萬億阿僧祇劫。像法之中有一婆羅門女，宿福深厚，眾所欽敬，行住坐臥諸天護衛，其母信邪，常興三寶。是時聖女廣設方便，勸誘其母令生正見，而此女母未傳生信，不久命終，渾身墮在無間地獄。時婆羅門女知母在世不信因果，計當隨業必生惡趣，遂賣家宅，廣求香花及諸供具，於仙佛塔寺大興供養。見覺華定自在王如來，其形象在一寺中，素畫威容，端嚴不避。時婆羅門女瞻禮尊容，倍生敬仰，思自念言：佛名大覺，具一切智。若在世時我母死後，倘來問佛，必知處所。時婆羅門女垂泣良久，瞻戀如來，忽聞空中聲曰：泣者聖女，勿自悲哀，我今示與母知去處。婆羅門女合掌向空，而白空曰：是何神德，寬我憂慮？我自失母以來，晝夜憶戀，無處可問知母生界。時空中有聲在部裏曰：我是汝所瞻禮者，過去覺華定自在王如來，見汝憶母，倍於常情眾生之分，故來告示。婆羅門女聞此聲已，舉身自撲，肢節皆損，左右扶持，良久方蘇。而白空曰：願佛慈憫，速說我母生界，我今身心將死不久。時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告聖女曰：汝供養不但早番捨，端坐思維，悟之名號，即當知母所生去處。時婆羅門女尋禮佛已，即歸其舍，以憶母故，端坐念覺華定自在王如來。經一日一夜，忽見自身到一海邊，其水湧沸，多諸惡獸盡服鐵身，飛走海上，東西持續。見諸男子女人8000萬數，出沒海中，被諸惡獸爭取食啖。又見夜叉，其形各異，或多手多眼，多足多頭，口牙外出，利刃如劍，驅諸罪人，使近惡獸，復自駁縛，頭足相就，其形萬類，不敢久視。時婆羅門女以念佛力故，自然無懼。有一鬼王名曰無毒，稽首來迎，白聖女曰：善哉，菩薩何緣來此？時婆羅門女問鬼王曰：此是何處？無毒答曰：此是大鐵圍山西面第一重海。聖女問曰：我聞鐵圍之內地獄在中，是事實否？無毒答曰：實有地獄。聖女問曰：我今云何得到獄所？無毒答曰：若非威神，即需業力，非此二事，終不能到。聖女又問：此水何緣而乃湧沸？多諸罪人及異惡獸。無毒答曰：此是閻浮提造惡眾生生死之者，經49日後，無人計自為作功德，救拔苦難，生時又無善因，當據本業所感地獄，自然先渡此海。海東10萬由旬，又有一海，其苦倍此。彼海之東又有一海，其苦復倍。三業惡因之所召感，其號業海，其處是也。聖女又問鬼王無毒曰：地獄何在？無毒答曰：三海之內是大地獄，其數8000，各各差別。所謂大者，具有18，次有500，苦毒無量，次有千百，亦無量苦。聖女又問大鬼王曰：我母死來未久，不知魂神當至何趣？鬼王問聖女曰：菩薩之母在身習何行業？聖女答曰：我母邪見，譏毀三寶，設惑暫信，船有不敬，死須日淺，未知生處。無毒問曰：
菩薩之母姓是何等？聖女答曰：我父我母俱婆羅門種，父號尸羅善現，母號月帝利。無獨合掌啟菩薩曰：願聖者卻返本處，無自憂益悲戀。月帝利罪女生天以來經今3日，雲成孝順之子為母設供修福，布施各花定自在王如來塔子，非為菩薩之母得脫地獄，應是無間罪人。此日悉得受樂，俱同生藝。鬼王言畢，合掌而退。婆羅門女沉如夢歸，悟此事已，便於各花定自在王如來塔像之前，立宏誓願：願我盡未來劫，應有罪苦眾生，廣設方便，使令解脫。佛告文殊師利：是鬼王無獨者，當今才守菩薩事。婆羅門女者，即地藏菩薩事。分身集會品第2。爾時8,000萬億不可思，不可議，不可量，不可說，無量阿僧祇世界，所有地獄處分身地藏菩薩，俱來集在忉利天宮，以如來神力故，各以方面，與諸得解脫從業道出者，亦各有千萬億那由他數，共持香花來供養佛。彼諸同來等輩，皆因地藏菩薩教化，永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諸眾等久遠劫來流浪生死六道受苦，暫無休息。以地藏菩薩廣大慈悲心誓願故，各獲果證。既至忉利，心懷踴躍，瞻仰如來，目不暫捨。爾時世尊書金色臂，摩8,000萬億不可思，不可議，不可量，不可說，無量阿僧祇世界諸分身地藏菩薩摩訶薩頂，而作是言：吾於五濁惡世教化如是剛強眾生，令心調伏，捨邪歸正。實有一二惡習尚在，吾亦分身千百億廣設方便，或有利根聞即信受，或有善果勤勸成就，或有暗鈍久化方歸，或有業重不生敬仰。如是等輩眾生各各差別分身度脫，或現男子身，或現女人身，或現天龍身，或現神鬼身，或現山林川原河池泉井，利及於人悉皆度脫。或現天帝身，或現梵王身，或現轉輪王身，或現居士身，或現國王身，或現宰父身，或現官屬身，或現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身，乃至聲聞、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等身，而以化度。非但佛身獨現其前，汝觀吾累劫勤苦，度脫如是等難化剛強罪苦眾生。其有未調伏者，隨業報應，若墮惡趣受大苦時，汝當憶念吾在忉利天宮殷勤付囑，令娑婆世界自彌勒出世以來眾生悉使解脫，永離諸苦，遇佛受記。爾時諸世界分身地藏菩薩共復一形，涕淚哀戀，百祈佛言：我從久遠劫來蒙佛接引，使獲不可思議神力，巨大智慧。我所分身遍滿8,000萬億恆河沙世界，每一世界化8,000萬億身，每一身度8,000萬億人，令歸敬三寶，永離生死，至涅槃樂。但於佛法中所為善事，一毛一滴，一沙一塵，或毫發許，我漸度脫，使獲大利。唯願世尊不以後世惡業眾生為累。如是300佛言：唯願世尊不以後世惡業眾生為累。爾時佛讚地藏菩薩言：善哉善哉，吾助汝喜，汝能成就久遠劫來發宏誓願，廣度將畢，即證菩提。觀眾生業緣品第3。爾時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問地藏菩薩言：聖者，閻浮眾生造業差別，所受報應，其是云何？
地藏答言：千萬世界乃及國土，或有地獄，或無地獄；或有女人，或無女人；或有佛法，或無佛法，乃至聲聞、辟支佛，亦復如是。非但地獄罪報一等。摩耶夫人重白菩薩：且願聞於閻浮罪報所感惡趣。地藏答言：聖母，唯願受聽我粗說之。佛母白言：願聖者說。爾時地藏菩薩白聖母言：南閻浮提罪報，名號如是。若有眾生不孝父母或致殺害，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若有眾生出佛身血，毀謗三寶，不敬尊經，亦當墮於無間地獄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若有眾生侵損常住，玷污僧尼，或騎男內恣行淫欲，或殺或害，如是等輩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若有眾生偽作沙門，心非沙門，破用常住，欺誑白衣，違背戒律，種種造惡，如是等輩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若有眾生偷竊常住財物穀米、飲食衣服，乃至一物不與取者，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，求出無期。地藏白言：聖母，若有眾生作如是罪，當墮五無間地獄，求暫停苦，一念不得。摩耶夫人重白地藏菩薩言：云何名為無間地獄？地藏白言：聖母，諸有地獄，在大鐵圍山之內，其大地獄有18所，次有500，名號各別；次有1,00000，名字亦別。無間獄者，其獄城周匝8萬餘里，其城純鐵，高1萬里，城上火炬，少有空缺。其獄城中諸獄相連，名號各別。獨有一獄，名曰無間，其獄周匝18000里，獄牆高1000里，悉是鐵圍，上火設下，下火設上，鐵蛇鐵狗，吐火持續。獄牆之上，東西移走。獄中有床，遍滿萬里，一人受罪，自見其身，遍臥滿床。千萬人受罪，亦各自見身滿床上。眾業所感，獲報如是。有諸罪人備受眾苦。千百夜叉及以惡鬼，口牙如劍，眼如電光，手伏銅爪，拖曳罪人。復有夜叉執大鐵擊，中罪人身，或中口鼻，或中腹背，拋空翻接，或至床上。復有鐵鷹啖罪人目，復有鐵蛇咬罪人頸。八支節內釋下長釘，白屑耕泥，抽腸錯斬，羊銅灌口，熱鐵纏身。萬死千生，業感如是。動經億劫，求出無期。此界壞時，寄生他界，他界次壞，轉寄他方，他方壞時，輾轉相寄。此界成後，或復而來。無間罪報，其事如是。有5事業感，故稱無間。何等為5？一者，日夜受罪，以致劫數無時間絕，故稱無間。二者，一人亦滿，多人亦滿，故稱無間。三者，罪器叉棒，鷹蛇狼犬，堆磨具作，錯着鑊湯，鐵網鐵繩，鐵驢鐵馬，生革落手，熱鐵澆身，飢吞鐵丸，喝飲鐵汁，從年境劫，數那由他，苦楚相連，根無間斷，故稱無間。四者，不問男子女人，江湖兒敵，老幼貴賤，或龍或神，或天或鬼，罪行行業，悉同受之，故稱無間。五者，若墮此獄，從初入時至8000劫，一日一夜，萬死萬生，求一念間暫住不得，除非業盡，方得受身，以此連綿，故稱無間。地藏菩薩白聖母言：無間地獄粗說如是。
若廣說地獄罪器等名及諸苦事，一劫之中求說不盡。摩耶夫人聞已，憂愁合掌，頂禮而退。閻浮眾生業感品第四。爾時地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成佛如來威神力故，遍8000萬億世界，分是身形，救拔一切業報眾生。若非如來大慈力故，即不能作如是變化。我今又蒙佛付囑，自阿逸多成佛以來，六度眾生顯令度脫。唯言世尊願不有慮。爾時佛告地藏菩薩：一切眾生未解脫者，性色無定，惡習結業，善習結果，為善為惡，逐境而生，輪轉五道，暫無休息。動經塵劫，迷惑障難，如遊網，將是長流，脫入暫出，又復遭網。爾是等輩，吾當憂念。汝既不是往願，累劫重世，廣度罪輩，吾復何慮？說是語時，會中有一菩薩摩訶薩，名定自在王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地藏菩薩累劫以來，各發何願？今蒙世尊殷勤讚歎，唯願世尊略而說之。爾時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薩：諦聽，諦聽，善思念之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，那由他不可說劫。爾時有佛號一切智成就如來，應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逝，世間解，無上士，調御丈夫，天人師，佛世尊。其佛壽命6萬劫，未出家時為小國王，與一輪國王為友，同行十善，饒益眾生。其輪國內所有人民多做眾惡，二王計以廣設方便。一王發願早成佛道，當度是輩，令使無餘。一王發願若不先度罪苦，令使安樂得至菩提。我終未願成佛。佛告定自在王菩薩：一王發願早成佛者，即一切智成就如來事；一王發願永度罪苦眾生，未願成佛者，即地藏菩薩事。復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清淨蓮華目如來。其佛壽命40劫。像法之中有一羅漢，福度眾生，因賜教化，遇一女人，名曰光目，切食供養。羅漢問之：欲願何等？光目答言：我以母亡之日，知福救拔，未知我母生處何趣。羅漢問之：為入定觀，見光目女母墮在惡趣，受極大苦。羅漢問光目言：汝母在生作何行業？今在惡趣受極大苦。光目答言：我母所習，為好食啖魚鱉之熟，所食魚鱉多食其子，或炒或煮，痴情食啖，計其命數千萬復倍。尊者慈憫，如何哀救？羅漢聞之，為作方便，勸光目言：汝可自成念清淨蓮華目如來，兼塑畫形象，存亡獲報。光目聞已，即捨所愛，尋畫佛像而供養之。復恭敬心，悲泣瞻禮。忽於夜後，夢見佛生，金色晃耀，如須彌山，放大光明。而告光目：汝母不久當生汝家，才覺飢寒，即當言說。其後家內彼生一子，未滿3日，而乃言說，稽首悲泣，告於光目：生死業緣果報自受，吾是汝母久處暗冥，自別汝來累墮大地獄，蒙汝福力方得受生，為下賤人又復短命，壽年13，更落惡道。汝有何計令吾脫免？光目聞說，知母無疑，哽咽悲涕，而白彼子：既是我母合知本罪，作何行業墮於惡道？彼子答言：以殺害毀罵二業受報。若非蒙福救拔吾難，
已是業故，未合解脫。光目問言：地獄罪報，其事云何？彼子答言：最苦之事，不忍稱說。8000歲中，卒八難境。光目聞已，涕淚號泣，而白空界：願我之母永脫地獄，不13歲更無重罪及力惡道。十方諸佛慈哀憫我，聽我為母所發廣大誓願，若得我母永離三途及私下賤，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，願我自今日後對清淨蓮花目如來像前，卻後8000萬億劫中，應有世界所有地獄及三惡道諸罪苦眾生，誓願救拔，令離地獄惡趣、畜生、餓鬼等，如是罪報等人，盡成佛境，我然後方成正覺。發誓願已，據聞清淨蓮花目如來而告之曰：光目，汝大慈憫，善能為母發如是大願。吾觀汝母13歲不捨此報已，生為梵志，壽年8歲。過是報後，當生無憂國土，壽年不可計劫。後成佛果，廣度人天，數如恆河沙。佛告定自在王：爾時羅漢福道光目者，即無盡意菩薩事；光目母者，即解脫菩薩事；光目女者，即地藏菩薩事。過去久遠劫中，如是慈憫發恆河沙願，廣度眾生。未來世中，若有男子女人，不行善者，行惡者，乃至不信因果者，邪淫妄語者，兩舌惡口者，毀謗大聖者，如是諸業眾生，必墮惡趣。若遇善知識，勸令一彈指間歸依地藏菩薩，是諸眾生即得解脫三惡道報。若能至心歸敬及瞻禮讚歎香花衣服種種珍寶或服飲食，如是奉事者，未來8000萬億劫中，常在諸天受勝妙樂。若天福盡，下生人間，由8000劫常為帝王，能益宿命因果本末。定自在王：如是地藏菩薩有如此不可思議大威神力，廣利眾生。汝等諸菩薩當記是經，廣宣流布。定自在王白佛言：世尊，願不有慮。我等千萬億菩薩摩訶薩，必能成佛威神，廣演是經，於閻浮提利益眾生。定自在王菩薩白世尊已，合掌恭敬作禮而退。爾時四方天王俱從座起，合掌恭敬白佛言：世尊，地藏菩薩於久遠劫來發如是大願，云何至今猶道未絕，更發廣大誓言，唯願世尊為我等說。佛告四天王：善哉善哉，吾今為汝及未來現在天人眾等廣利益故，說地藏菩薩於娑婆世界閻浮提內生死道中，慈哀救拔，度脫一切罪苦眾生方便之事。四天王言：唯然世尊，願樂欲聞。佛告四天王：地藏菩薩久遠劫來，屹至於今度脫眾生，猶未不願，慈憫此世罪苦眾生。復觀未來無量劫中，因慢不斷，以是之故又發重願。如是菩薩於娑婆世界閻浮提中，8000萬億方便而為教化。四天王：地藏菩薩若遇殺生者，說宿殃短命報；若遇竊盜者，說貧窮苦楚報；若遇邪淫者，說雀鴿鴛鴦報；若遇惡口者，說眷屬鬥爭報；若遇毀謗者，說無舌瘡口報；若遇瞋恚者，說醜陋龍殘報；若遇慳吝者，說所求違願報；若遇飲食無度者，說飢渴煙病報；若遇田獵刺情者，說驚狂喪命報；若遇培役父母者，說天地災殺報；若遇燒山林木者，說狂迷取死報；
若遇前後父母惡毒者，說反身鞭撻現受報。若遇妄報生初者，說骨肉分離報。若遇毀謗三寶者，說蠻聾瘖啞報。若遇輕發慢教者，說永處惡道報。若遇破用常住者，說億劫輪迴地獄報。若遇污梵無僧者，說永在畜生報。若遇湯火斬着傷生者，說輪迴地上報。若遇破戒犯齋者，說禽獸饑餓報。若遇非理毀用者，說所求決絕報。若遇吾我貢高者，說卑使下賤報。若遇兩舌鬥亂者，說無舌百舌報。若遇邪見者，說邊地受生報。如是等閻浮提眾生，身口意業惡習結果，8000報應今粗略說。如是等閻浮提眾生，業感差別，地藏菩薩8000方便而教化之，使諸眾生先受如是等報，後墮地獄，動經劫數，無有出期。是故汝等護人護國，無令是諸眾業迷惑眾生。四天王聞已，涕淚悲嘆，合掌而退。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。如來慈憫轉大法輪，婆羅門女救慈親，各花度迷津，摩耶夫人請問地藏因。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，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，南無地藏王菩薩摩訶薩。